来看，这是上新的诈骗的手法。知影即摆用人骨塔骗袂行，改用生机威雷诈骗。啥是生机威雷？都是俗称的活人观察，都是伫个骨符甕仔内底，放活人的指甲、头毛、背字等等，骗讲安尼会当来改运。台中的警方接到民众报案，讲看到一个70多岁太太，互两个少年的带去超商领钱，刷落来，互带救车载你走，感觉进行互诈骗，都甲车摆好记录来报警。远警出动，抓到两个男子，超出着18万的现金。原来因就是骗这个太太，会当做活人观察，帮伊判病红婿来改运，结果红用诈欺取财，函上法办。接下来啊，驾驶落车，发现被警察包围调回，经常甲讲话一直皮喘。你在这边干嘛？我在等朋友啊。等谁？朋友啊。驾驶心喜是因拐一个70多岁阿桑，骗到的现金18万，佮放伫咧车顶。当时嫌犯呢，就是利用手机的赖跟被害妇人见面，约她到医院的楼下，要带她到医院的超商，说要领钱，领出18万，帮她生病的丈夫做活人棺改运。警察调查嫌犯敢若掌握泄露的个人资料，找到这个阿桑，知影阿桑的红婿破病，骗伊开18万做生机费，这个叫做活人帮，就是将活人的指甲、头毛含背节物件，特别去黄金甕仔内底，讲会当倒改运。阿桑就安尼讲互拐钱，煞无摕到手机，或者是做法术的相关资料。民众报案发现有一老妇人被2名年轻人带下车，并前往超商 ATM 取款。因为该民众曾上当受骗，故机警记下该车牌，立即通报警方前往处理。警察讲，加在有好心的民众看到阿桑捡这两个少年仔拐上车去超商领钱，这情形就亲像防诈骗，所以记车牌号码报警。警察嘛随紧抓到人，18万嘛红包调回。后来警方嘛继续追查关头幕后的诈骗集团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